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，撒母耳記上卷第9章27節到第10章第8節，哥林多後書第6章14節到第7章第1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對抗偶像。咱有讲到，撒母耳拄开始伫聖殿内底学習服侍的经驗。聖經甲咱講，迄個時期無有上帝的話語，真少有啟示。但是事實上，撒母耳聽見上帝的聲，撒母耳收到上帝啟示甲呼召。服侍上帝久久的意義，卻一點仔也聽袂到，因為佇以利的心裡，好若親像上帝已經毋是介重要的啊。伊的轉變，咱會當對伊的兩個囝的表現就會通明白。對因來講，生活中間的欲望是因的偶像。因並無將上帝放佇眼內，放佇人生的第一位。就算因是佇上帝的聖殿服侍的人，咱也看見以色列人所要求來第一位的王掃羅，初伊去互先知撒母耳所來膏抹的時陣，表現了還閣袂歹。甚至原先認捌掃羅的人看見伊的改變，攏感覺真着驚，因為上帝的話臨到佇伊。撒母耳對掃羅講，因行到城的角頭仔，撒母耳就甲掃羅講，叫僕人升去，僕人就升去。撒母耳閣甲伊講，踮遮小等一下，我要甲你傳達上帝的話。撒母耳先知先叫遮的僕人，掃羅的僕人來離開，目的是要來膏抹掃羅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上卷10章第1節到第8節，安尼來記載。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佇掃羅的頭殼，甲伊斟講：上主用油甲你抹，設立你做你伊子民的統治者。今仔日你離開我了後，去便雅憫的地區來的射殺，來我軍雷吉會亡的時，會拄到兩個人。因會甲你講，你咧找的兒仔已經找到。即陣你的老爸無得煩惱兒仔，是得掛慮你。伊咧問我的囝攏無消息，要安怎？你繼續去遐，到他別的上丘遐，會拄到3個人。因要去別地裡獻祭予上帝，一個帶3隻山羊仔，一個帶3個餅，一個帶一個批濃的酒。因會甲你請安，予你2個餅，你著接受。後來你著去上帝的山西邊啊，佇遐有腓立比在防守。你入城的時，會拄到一陣先知對山頭會彈落來，有人彈琴彈瑟，有人拍鼓，有人分品仔，因攏入神講話。上帝的神會單單充滿你，你會變成做一個新的人，甲因相款入神講話。這個代志發生的時陣，你就照你所受的感動去做，因為上帝甲你同在。你落去結甲，我嘛會去遐獻燒化祭甲平安祭。你聽候7日，等我到你遐，只是你着做的代志。
但是伫做王了后，好若亲像互即个扫罗开始骄傲，伊后来就袂记得伊是受呼召上帝的仆人，骄傲好若亲像变成做伊心目中的偶像。基督徒的心中袂当有偶像，更较袂当敬拜上帝，更像是拜偶像。这真侪接触民间宗教的人，伊会安尼想，伊会想讲加拜加保庇，所以伊会想讲安尼嘛袂，偶像的嘛袂。这毋是基督信仰应该爱做的。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教导咱袂为敬拜偶像佮拜妈文。基督徒都爱专心一意来敬拜上帝。若无混杂着宗教追求，会互咱离开上帝愈来愈远。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的培训的中间，安尼提到着上帝甲偶像中间的选择。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18节，保罗安尼讲：永远上帝的殿，毋通甲迷信的人牵连交叉，公义甲不法有甚物关联？光明甲黑暗哪会交往？基督甲魔鬼哪会当合？信甲无信的人有甚物关系？上帝的殿甲偶像哪会排做伙？因为咱是永远的上帝的殿，照上帝所讲，我要甲我的子民做伙徛起，伫因中间往来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所以主讲，你着对因中间出去，甲因分离，无清气的毋通接触，安尼我就接纳恁。我要做恁的爸，恁要做我的囝、查某囝。全能的主有安尼讲。上帝的殿是袂当甲偶像来摆做伙，并毋是讲上帝惊偶像，咱是要强调着基督徒的选择必须爱真明确，是单一的，是诚心实意的。所以保罗强调基督徒必须爱洁净家己，无有杂念。这个选择必须爱单一的，咱去强调一解。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，伊又搁安尼讲着：亲爱的朋友，既然咱得到这个应允，咱着洁净家己，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拍拉散的事。敬畏上帝，互生活完全圣化。基督徒必须爱对抗偶像，反对偶像，无有妥协的余地。诗篇86篇，求主施恩保护。上帝啊，求你阿耳空听我应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，我的上帝啊！你的仆人倚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求叫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仆人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良善欢喜赦免。你使丰盛的慈爱，互所有求叫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阿耳空听我的祈祷，落听我恳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
主啊，这个神明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，因为所做嘛袂当甲你比。主啊，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伫你的面前拍拜，因会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。只有你是上帝，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。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求你互我用全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求你施乐我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我的性命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规阵强迫的人笑想我的性命，因无将你放伫眼中。主啊，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各有丰盛慈爱甲信实。求你活过来看我，可怜我。求你将开来赏赐互你的仆人，救你的女婢的囝。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，互怨恨我的人看到来见笑。因为上主你有帮助我，安慰我。阮求主帮助阮，会通坚定来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无有染杂的信仰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通来专心活过，得到主你的救赎甲帮助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